我係麥玲玲。嗱，好多朋友今年都有個疑問喎，就係真係唔係唔着得紅色衫呢？因為火旺呢？咁嗱，其實咧都要視乎翻自己嘅。無疑丙午馬年，因為天干係一個大嘅太陽嘅火，而午火亦係好旺。咁大家咧就覺得疊加咗呢個火太旺喎，再着紅色衫會唔會過多嘅火呢？要視乎翻其實你自己嘅命格入邊夠唔夠火嘅。如果你已經係農曆4、5、6月出世嘅話，我都會建議今年咧不如用多啲米色、白色、淺藍色，因為本身你已經係火旺，都唔適宜太多火㗎。咁但係如果你本來就係好弱嘅命格，譬如好凍天時出世嘅水啦，農曆嘅10、11、12月啦，半夜出世嘅太陽嘅火啦，呢一類嘅命格本身就唔夠火，多火都唔怕啦。咁你仍然係可以着紅色衫㗎，同埋新年期間用少少紅色嘅嘢搶旺一下，其實唔太驚嘅。